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消费的萧条。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叫格隆汇的，他这个文章主要谈咱们的这目前消费一个萧条的现象。他从哪个角度谈呢？从食色，他这文章叫食色双萧条，会把我们社会带往何方？他这文章说孟子有言：食色性也。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喜好美食和美色是人的动物本性，是人类最底层、最基本的欲望与需求。人是从什么时候真正衰老的呢？是从他没有性欲望和性需求开始。如果人群连食和色这两个最底层的欲望都放弃了，那就绝对是苟活于世，哀莫大于心死，禽兽不如。所以格隆汇他们从中国社会的食萧条、性萧条特征，从这儿入手分析，得出一个结论：现在就是消费不振，进入一个低欲望社会。那文章先介绍食萧条，它这里面很多数字，我们简单介绍一下。2025年1到4月，中国实现餐饮总收入 1.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 看起来还在微幅增长，但这一增速是除疫情的2020年和2022年这2年之外历史最低值，甚至比同期的 GDP 增速还低了一大截。餐饮的萧条咱们节目介绍的比较多，大家恐怕都有感受。你所在的城市恐怕很多饭店现在都在开始，一些大饭店、正规的饭店、高档的饭店已经开始在饭店门口开始摆摊了，往年很少。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变化，一个标志。我们接着看这文章，他说从人均消费数据来看，数据更是糟心。他说2022年到2024年，中国餐饮人均消费持续下滑。他说大家看这个数据图表，它这里面还很多图表，咱们就不展示了，咱们就听一听就完了。它这个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餐饮人均消费已降至 39.8 元，这是有这个统计数据以来历史最低值。与这个文章的结论相符合的、相印证的，就是胡一进老师曾经在他的微博里说，他们家楼下那些餐馆本来都是人均200、300的，现在这人均200、300的餐馆都倒了，现在都是人均40、50的。我记得胡一进老师在他的前不久微博里有，你看这不就相互验证了吗？胡一进老师住的地方那还是在北京市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方，东三环。从细分项上看，无论是饮品类还是中式正餐、火锅类、烧烤类、快餐乃至西餐料理，全军覆没，没有一个不下降的。最为显著的是饮品类，从2023年的 21.6 元下降到2024年的 18.6 元，大幅下降 14%。 这或许就是单品价格低到令人发指的蜜雪冰城能够火的原因。这一点呢，从前东北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傅鹏，他在一个论坛上就说过，以前都是喝星巴克是多少钱一杯，29还是多少钱一杯，现在他已经降级到喝8块钱一杯，还买一杯送一杯。这不就正好验证了，你看饮品这个人均消费从21.6块下降到 18.6， 还在下降。我们再看说体现到行业利润上，餐饮利润大幅下滑。2024年28家上市餐饮百强品牌中有6家亏损，18家净利润同比增速下滑，亏损加利润增速下降的企业占比达到了恐怖的86%，也就是86%的餐饮企业都要么就亏损，要么净利润下滑。能够上市的餐饮企业那都是大型的连锁企业，抗风险能力还比较强的。那你想这些企业利润都在下滑，一些中小型餐馆就1家店或者3家店的，迎接他们的不是亏损，而是整个餐饮行业前所未有的倒闭潮。我记得咱们经常介绍一个专门收二手什么厨具的，他经常发他作品，连干二手厨具的现在资金链都要断，都要爆雷，你就知道这个餐饮行业多惨。他们虽然餐饮店都在倒闭，他收这个人家不要的这些厨具啊很多，
但问题是，他收了之后放到库房，他还得请人看着，还得租库房，他的厨具卖不出去，他多便宜的价格收来的，他都卖不掉，不就导致暴雷吗？所以餐饮行业前所未有的倒闭潮。那再结合一下最近的这个禁酒令，大家也知道吧，让餐饮行业是叫雪上加霜。不能说禁酒令不好，禁酒令是应该的，但是客观上确实给餐饮也是钉上了最后一根钉呢。他又搞了一个图表展示这个数据，令人揪心。从这个图表中可以清晰的看到2018年是个拐点。说这个他说我们不知道2018年发生了什么，但数据显示2017年以及以前，我们每年倒闭的餐饮企业只有10万家上下，但仅仅7年后，也就是2024年，当年餐饮企业倒闭数量达到了230万家，这增长了23倍，倒闭餐饮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是2017年倒闭数量的14倍，比上一年，也就是2023年136万家，也增加了近100万家，增幅高达69%，显示形势其实在进一步恶化。就2024年这个餐饮倒闭的是7年前2017年的17倍，2024年倒闭的比2023年多100万家，什么概念？100万家，那至少有100万个老板，是不是又是裤子都没得穿了？这就是创业的结局。100万个老板说不定为此背上债了。这100万个老板里面有多少个是码农，拿了一笔赔偿被裁，后来兴冲冲的加盟火锅店、加盟饮品店，要么自己开个1年黄了，把那个东家给他发的赔偿也挥霍干净了，老实了，去送外卖，要么就开网约车去了。这样的故事有多少啊？干餐饮的2024年居然倒闭230万家，比2023年多100万家。那刚才说的是10萧条，这篇文章说看完了10萧条，我们再来看看更严重的性萧条。他说还是用数据说话。他说2022年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共同发起了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6828份有效问卷显示，中国年轻一代的性生活活跃度呈严重下降趋势。说超过一半的95后性生活频率低于每周1次。他说这是什么概念？这个性生活频率比80后甚至70后的中老年人还要低。说如果你觉得上面抽样调查的样本数还不够大，你再看看下面几个数据，就知道我们的性萧条有多严重了。他又给了一个图表，这个图表是过往10年第1季度中国结婚登记人数变化。它比较是第1季度，这个2016年是最多345对，2020年是最少155对万对。那这个2020年最少，这个好理解吧？口罩期间，那新娘也被封控在家，新郎也是被封控在家，两地怎么结婚？所以很多人2020年就是口罩期间把婚期都推迟了，这是没办法，所以人为的导致出现一个低点。除了2020年反常之外，剩下的这个趋势是一路下滑，一直到2025年只有181万对，差不多就是2016年的一半。那2025年比2024年第1季度也少了16万对，也就是呈现一个加速下滑的趋势。这是第1季度结婚的人数对比。再看看相关性用品数据。他说白云山年报显示，国产伟哥代表金哥的销量从2023年的1亿片大幅降到8785万片，日均销量则从27.7万片降到了24万片，同比下降 13%， 销售额从12.9亿下降到10.3亿，同比降幅为 20%。 这个国产伟哥的销量也是断崖式下跌，但这个不好说，这保不齐说明这个年轻人身体好了，不需要吃药，对吧？还得看其他的数据来佐证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用伟哥的那个群体，去年有高达 13% 的人停止了他们的这个性生活。不仅是国产品牌，进口原版品牌就是伟哥，就万艾可，在2024年销量同比也下降 7.7%。金哥和万艾可作为占据国内市场份额93%的2大主力品牌，他们的销量双双遇冷，足以说明整个市场的萧条程度。
刚才说了，这个伟哥的销量，你单看这个销量不能说明问题，说不定说明咱们身体好了。所以这个文章它也配合避孕套的数据，显得更加有说服力。2024年中国避孕套市场规模156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2023年避孕套卖了188亿元，2024年足足下降17%，也就是从避孕套的销量来看，它的下降的程度比伟哥还要厉害，就更加萧条。所以显然你说这种身体素质提高了，恐怕很难解释。基于性需求的衍生这种需求，也就是这种比如说酒吧、KTV、夜店等社交消费，那也是同比大幅下降。过去3年 KTV 消费降幅高达87%，夜店娱乐降幅也高达77%，酒吧消费也下降了65%。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看短视频平台搜一搜，现在开酒吧的那老板叫苦的特别多，都是准备关门。说大家干嘛去了？他说看看下面的数据图，也就是说你不去酒吧，不去夜店，不去 KTV， 那你这24小时都在这个消遣，所以那这个人去哪儿了？这个他又给出了数据，他说看看下面的数据图，大家去逛公园、练瑜伽、徒步和跑步去了，这些都只需要动动腿，不需要动荷尔蒙。他这个图表是中国人娱乐方式大变化，这个我记得以前咱也看过。这个最近3年减少比例最多的是 KTV， 下降87%，这个密室逃脱也是下降了87%。这个还真是玩这种叫什么叫剧本杀是吧？密室逃脱什么之类的这种，现在也不流行了，前几年还比较流行。夜店下降77%，酒吧下降65%，电影下降61%。电影下降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连加藤老师都学力作，这什么众家之外，他有7000万粉丝，他还请人免费吃面条看电影，结果票房只卖了100万。这就是加藤老师这个遭遇和经历，就足以说明这个电影已经不流行，电影萧条，这个没毛病。加藤老师这样德高望重、德艺双馨的这个老艺术家，拍出来电影都没人看，而且他票价只卖19.9块，非常亲民，票价也不贵。说明这个电影市场的萧条。排在后面的是什么？逛街、桌游、手游下降55%，旅游下降50%。它下降只是比例下降率，那对应你有下降，那就有增长。那么最近3年增长率比较快的，排第一的是逛公园，居然增长了216%。逛公园不花钱，对不对？吃完饭去遛弯，逛公园就是遛弯。排第二的是瑜伽，200%，骑行140%，这个徒步的110%，阅读是66%。你看看这个，你看经济不行了，这看书的多了。跑步的增加了29%，棋牌类就是公园里下象棋，棋牌类增加了36%。这个文章说，他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一切痛苦都是因为性欲得不到满足，性是人类的根本欲望。甚至大部分经济活动都来源于性的驱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肯定是跟这个有必然的联系。咱们以前也说过，无论是你比如说在艺术创作这方面，你比如老艺术家，你说老艺术家哪个不是3妻4妾？这个不是偶然现象。你看那个范增，是吧？他多大年纪了？娶一个20多岁的吧，7、80、90岁了，还娶一个19岁的吧。护士张纪中，你看老艺术家，他都是这，你看这个跟艺术创作有关系，他荷尔蒙不丰富不行的，一天到晚病怏怏的，蔫里吧唧的，他不可能搞创作。还有企业家，但是不能说绝对。你看看马斯克，还有咱们一个叫什么多益网络，还叫什么这个搞游戏的那哥们生了，好多人说上百个孩子，这个还是公布出来，人家是公开的。说这个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色啊，实际上是刺激人类往前发展，就像动物一样的。动物为了求得交配权，它不就是玩命的展现自己吗？肌肉、力量、捕猎技巧、保护领土的这种能力。那人也一样，你要获得这些资源，他就是玩命的让自己表现的优秀，所以就推动了社会发展。马斯克星辰大海，所以这个弗洛伊德说，大部分经济活动都来源于性的驱动。但是
当前一系列反人类本性的经济数据充分表明，大家都在压抑自己的最基本的生理欲望，没有人在往前，甚至不屑于精细和细息，也就是对异性追求的那种美好。我们的社会正在加速滑向一个低欲望社会，性、美食、更汪谈赚钱欲望、创业欲望、旅游欲望、消费欲望，也就是咱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低欲望社会。那么低欲望社会会带来什么深远影响呢？这个文章说他们复盘过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核心经济体的历史，说发现一个规律，什么规律？经济萧条其实并不可怕，周期而已。比经济萧条更可怕的是全社会的低欲望，它会把一个社会拖入一个欲罢不能的长期泥塘。这个文章又拿日本做对比，他说看看和我们经济崛起路径极度类似的邻国日本。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带来的剧痛中出生的平成废宅，少年时代亲历着日本股市和房价暴跌带来的动荡，在大学就业率仅有 56% 的年代里，平成青年直接躺平，他们不结婚。日本18到34岁年轻男性中，单身比例常年维持在 64% 左右，不生孩子。日本出生人口数从1994年之后开始直线下滑。这个韩国也类似，不是韩国有专家说了吗？再过50年，这韩国都不存在了。这么下去，这人口出生率太低。这日本也一样，说到2009年之后，日本就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不买房子，根据日本政府统计，从1983年到2008年25年间，30岁到39岁的持房率从 53.3% 降至 39%， 30岁以下的持房率也从 17.9% 降至 7.5%， 跟咱们现在一样，年轻人不买房。低欲望社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最直接的影响是消费。日本消费由盛转衰，泡沫破裂的之前1985年到1990年，日本消费平均增速是 4.6%， 但在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消费增速迅速回落。1991年到2010年，平均增速仅 0.9%， 需求不振，物价持续走低。日本 GDP 平减指数从1990年开始下降，1995年到2013年经历了19年的负增长，日本经济进入通缩螺旋。1990年到2010年 GDP 增速只有可怜的 0.92%， 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20年。在失落的时代日本政府也在大力挽救经济危机。为了刺激经济，1999年2月，日本政府就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直到2024年5月才结束零利率政策，搞了25年的零利率，并于2001年3月开始首次量化宽松，并且在2013年安倍经济学中得到强化。这些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快速扭转日本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去杠杆进程。日本央行1999年就把利率降到0，可是2000年到2015年这15年的时间，日本企业和居民仍旧在加速去杠杆。1999年到2015年，日本企业部门杠杆率从125%，就是 125% 降到 98%， 居民部门杠杆率从 71% 降至 60%。由于日本社会进入低欲望社会，所以无论利率降得多低，他们也不结婚、不贷款消费、不买车、不买房。这使得日本政府在2000年前后实行的货币政策完全失效。那跟咱们现在不一样嘛？你怎么刺激？韭菜就是不买房，就是不消费，勒紧裤腰带往银行里存钱。从数据上可以清晰看出，日本经济失去了20年。其实前10年核心经济数据已经触底，按道理经济就应该逐步爬出泥沼，也就是这个见底以后叫反弹。但是由于低欲望社会，让日本经济在2000年之后硬生生的在泥潭中多挣扎了10年之久。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总是压着相似的韵脚。回到当下的中国，再怎么高估食色双萧条，低欲望社会对我们的经济冲击都不过分。他又给了一个图表，中国各年龄段对消费增长的贡献。
根据这个图表，他说我们的消费增速在2015年到2019年平均水平为 9.7%， 但2020年至2024年这一增速则大幅降至 3.8%。最糟糕的是，我们的年轻群体在大大降低自己的消费水平。2010年到2018年，社零消费年复合增速为 12%，2018年到2022年，年均增速就降到了 6.1%。而不同年龄段消费情况来看，20到39岁人口是消费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贡献了 44% 左右的消费增速降幅。这个跟咱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完全对应，也就是叫什么？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不就正好说明这个问题吗？说居民部门的信贷需求也在发生剧烈变化。我们任以2018年这个拐点年做比较基准，2018年5月，居民部门新增贷款信贷占比 53%，7年后的今天，2025年5月，居民部门信贷需求占比只有 8.7%。你这是断崖式下跌，7年时间发生了什么？你可以看到大家整齐划一的去杠杆，不贷款。2018年大家都疯狂的贷款，按揭贷款买房、买车、消费，现在极端了，不贷款了。与之对应的是2025年5月，我们的总的新增信贷只有6200亿，同比下降 35%， 连性需求都放弃了，谁还会去举债上杠杆呢？这个性需求也会直接影响舔狗经济啊，所以舔狗经济是不是也是急速的萎缩啊？但是他说经济下行，人们就一定节制消费，甚至节欲，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以美国为例，美国它的经济也受疫情影响，在大家受的影响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居民消费信贷的数据，他说这个美国人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举债消费。2025年4月，美国消费者信贷增加了178亿美元，比上月增加了1倍还多。尤其市场关注的学生贷款飙升到了108万亿美元，历史新高。也就是美国的年轻人更敢花钱，对吧？贷款花，而且创出历史新高。这就是中美之间截然不同的，正好两个极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到了 4.6%， 就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还是在借贷消费。而中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只有 1.5%， 很多银行存款都不给利息，中国人还是在拼命的把钱存起来，而不是融入消费。说明什么？说明食色的萧条从来不是禁欲主义的胜利，而是人们在深层重压、未来无着落之下生物本能的溃败。也就是说，年轻人他并不是本能的说不消费，而是因为对未来预期不好，是对吧？生活重压之下生物本能的溃败。如果我们不高度重视和扭转这个现实，甚至自我掩饰，低欲望社会会把我们的经济调整周期人为再拉长20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绝非危言耸听。文章最后说，破局的关键不在于多建一些情趣酒店或者开放性消费场所，也不在于往人们口袋里多发一点消费券或者一些宏大叙事的宣发，而是实实在在给予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更多的希望。这个希望或是兜底的社保，或是不板结更灵活的社会阶层晋升机制，或是更市场化、更开放包容、更公平的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机制。咱们上一个节目还谈了财富分配，这里你看又要财富分配。文章最后说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没有很多东西，唯独不能没有希望。这是这个格隆会他的一篇报告，叫食色双萧条，汇报我们的社会带往何方。文章简单的说，就是年轻人对未来没有希望导致的不消费，那就这么一个事。那年轻人不消费，最终会让经济更加低迷，进入一个叫恶性循环。那怎么解决？那还说来说去又是分配，怎么样提高年轻人的信心？信心比黄金重要啊！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现在网上年轻人对这种4+4这种早就存在了，就是有高考以来4+4就有类似的4+4，弯道超车、开后门，什么还阳甜甜，什么定向委培，内蒙古的演员，这些现象它存在几十年了。为什么以前
大家好像无所谓呢？啊，现在为什么盯着这玩意儿不放？就是因为以前大家觉得自己还有机会，现在发现大家没机会了，没有希望，所以就发现这些它妨碍了我们。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